犹原徛伫三甲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做伙来交托启应文。启应文第37篇，也就是箴言第23篇。我来启，请兄姐做伙来引。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你的嘴若讲正直，毋通心善歹人，将来一定有愿望。我的囝，着听，着有智慧，着听趁生你的老爸，着买真理，毋通卖。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。着互你的爸母快乐。我的囝，着将你的心交托我。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组织阮伫你的殿院，做伙来孝念你的恩典甲慈悲，也互阮搁较深来经历你的荣耀甲能力。亲爱的阿爸爸，感谢你使阮清洁的心，互阮会当来感受万美的事。感谢你使阮清醒的头壳，互阮会当自由来思考、理解甲想象。这一切拢是出对你的旨意，也是你丰盛的慈爱。愿甘愿一生拢顺服你、羡慕你、称颂你。永远的上帝，愿来学乐尊重你。宇宙的一切是对你才有，你互阮活，无你，阮就袂生存。求你温暖阮的心，互阮听阮的厝边。求你照光阮的路，互阮行伫真理的中间。阮伫软弱的时，就来找求你的快乐；阮伫患难的时，就来仰望你的慈爱。伫黑暗中，你是阮生命的真光；伫失败中，你是稳重的祝福；伫绝望中，你是愿望的源头。至圣的主啊，阮也要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诚心祈祷。愿你的真理哪光遍照全地。阮为着台南这个城市，阮的教会，你的圣殿来谦卑恳求。愿你使活命，互阮骨肉得救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你的圣国降临。愿丧凶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愿愿望甲喜乐
永远踮伫阮心中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即时，弗鲁西班要用咱话改变即世界，来带领咱做伙敬拜阿拉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伫箴言第31章第10节到31节。有才德的妇人人，啥人找会到？伊的价值大大超过珠宝。伊的丈夫信赖伊，什么拢无欠缺。伊一世人，互丈夫有利益，无损害。伊找油门甲油麻，甘心亲手做工。伊亲像上船对真远的所在运美牛来。天未光，伊就起来，准备食物互家内的人，将应该做的功课分派互女婢。伊找到合意的土地就买起来。用伊的手所赚的栽种葡萄园，伊穿衫敝杂，准备好势，
手骨严严，通出力工作。伊知所经营的顺利有利益，伊的顶规暝点光光，伊的手摕鸭仔，伊的手心换篷车，伊慷慨尽济困苦人，伸手帮助散车人，伊免为着落雪，为家内人烦恼，因为全家拢有够衫通穿。伊为家己做水的毯仔，伊所穿的就是幼麻布甲紫色布做的衫。伊的丈夫伫城门口，人人拢捌，因为伊甲本地的长老做伙坐。伊做幼麻布的衫去卖，阁卖腰大互生理人。伊用气力甲威仪做衫穿。伊想着将来的景况，就笑眯眯。伊开嘴讲智慧的话，伊的嘴有人治的架势。伊熬料理家内的事，无食用饭。伊的囝儿困醒起来，就甲伊祝福。伊的丈夫嘛称赞伊，讲：妇人人好德行的真多，毋过你上好。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。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贺乐。伊的手所做的成果，就甲伊肯定。伊所做的应该伫公众面前得到称赞。咱本周的金句是箴言第31章30节，我阁读一摆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。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贺乐。来，做伙来。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。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贺乐。箴言32章30节，来阁一摆。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。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贺乐。箴言31章30节。今仔日谢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：栽得妇女的智慧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会当伫总会所定妇女事工主日，而且甲大家相角服侍敬拜上帝。伫咱的总会第42届总会通过，设立每年的3月第1主日做妇女事工主日。伊设立的目的是希望会当透过妇女伫教会服侍、讲道、诗会、交代等等所设计的主日，唤起会当咱听到妇女的声、妇女信仰的经验，鼓励咱的妇女积极来参与伫服侍，贡献妇女的信仰的经验、智慧甲力量，互咱的妇女也有机会会当分享信仰，参与伫服侍甲敬拜。我毋知拄则咱有足享受咱的妇女诗班所献的诗歌也无？伊讲咱若要改变即个世界，上尾一句讲安那？咱着尽力啦，咱着尽力。今仔日的圣经在足长的，我毋知当咱李文长老伫读的时，咱有足享受即个妇人人伊的角色也无啦。一开始伊讲有才德的妇人人，什么人会当找着？一个大问号啦！我时常爱甲含囡仔咧分享，也是含厝里的人咧分享，讲咱的信仰有足侪时阵一开始拢一个问号。总是当咱若看到上帝直直带的时，检查咱会拄着的是
不断的惊叹号。我想这就是咱的信用。伫咱现今的社会，咱就注重咱的外表，总是当咱看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甲先拢无讲到即个妇人人伊生做安怎，对无？伊的外表有偌水，哦，只有讲伊的穿插安尼尔。伫过去咱的观念就是讲，咱的妇人人拢安那，在男人的后面，对无？人讲若一个成功的查某人后壁，就有一个真优秀的妇人人。总是当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解释毋是安尼，伊超越迄个贤妻良母迄个过去的观念。咱若看到经文，咱会当看到伊是一个安那进口商，伊是一个经理，甚至安那伊是一个房地产的经济人，甚至安那伊介绍嘛是一个做事人，伊会晓做裁缝，甚至安那伊是一个好管家啦。上帝透过一个妇女的起家来讲到伊奇妙的成就。伊讲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。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得到娱乐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迄个在地的妇人人，而且我要讲到迄个在地吼，在地的即两字伫希伯来文的字根是力量的意思，伊来形容安那伊的能力甲影响力，甲伊的生活每一站的价值。伫遮伊，咱也知影讲有一个有价值的妇人人，伊会当安那过日子过甲互咱欣羡啦。所以伫今仔日即段的经文，咱要来思想上帝透过在地妇人人的性命的特质，甲伊充满智慧的生活方式，以及伫咱的圣经所记载的妇女，伫伊所领受的信仰。伊怎样来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所带来的能力甲影响力？所带来的能力甲影响力。我伫中营中学伫遐学师，只要我教第一班，伊上过我的课，第一届要上我的课的囡仔，我拢会问我拢会甲因分享一项代志。对你一世人的想办法拢爱好，对你一世人的想办法拢爱好，对你一段时间的，甚至是好长一阵子、正长的时间的，拢爱和平相处。我就甲囡仔问讲，啥物对你一世人？兄弟姊妹，咱有想过，啥物对咱一世人？身体对咱一世人，过来，啥物对咱一世人？咱有想过无？对咱一世人，咱想办法拢爱好呢。伊要对你一世人诶。家人吼，我时常甲我的囡仔安尼讲啊，我真啰嗦啦，但是我袂对你一世人啦，我可能会对你真长的一段时间啦，所以你要甲我好好斗阵啦。我想这是咱爱来想的。而且第一项，咱要讲到即个妇人人伊的能力甲影响力。第一项，咱要讲到甘心倾罪。甘心倾罪，对13节到15节这段的经文，咱会当来看。伊讲伊找羊毛甲幼麻，甘心亲手做工，所以伫遮伊是一个非常尽力、尽职，享受做工所得到的欢喜。所以亲手做工生活，所以学习迄个实实在在的喜乐。伫箴言10章4节，伊讲安那骨力互人富足，骨力互人富足。我会记得当我捌伫国校做生命教育，伫遐讲故事，当我甲即句话写起伫黑板的时阵，吼，一个老师，伊毋是基督徒。伊就甲我安尼问，伊甲我讲：“杨妈妈，请问，即句话对倒位来？即句话，手勤的富足，手懒的要受贫穷。”我拢会写伫黑板，甲囡仔讲写起来。
老师甲我问讲，即句话对倒位来？我甲伊讲，即句话对圣经来。伊讲骨力互人富足，甚至咱来看伊安尼写落来，伫13节甲15节，咱拢无看到即个妇人人安那有怨言呐。伊的时间嘛足长的，工作的时间嘛足长的，总是的，伊甘心乐意伫做。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6章12节甲15节遐，伊有记载一位妇女，咱要透过即个妇女，咱来看伊怎样实践伫伊的生活中间。伫遮讲一个妇女叫做路底亚，伊甘心肯做，总是圣经伊无提供即个妇女伊真侪的资料，敢若知影伊住伫搭推雅推拉城遐，伫是马其顿头一个城。当保罗因一群人行来到遮的时阵，真清楚，嘛无有朋友，总是保罗敢若探听伫城外河边有一个祈祷的所在，保罗就去到遐。伫安息日的时，伊就坐落来，甲遐妇女来讲道。果然，主开路底亚的心门，互伊专心听保罗讲道。了后，伊全家拢受洗。路底亚是第一代基督徒，伊是生理人，伊卖知识部，所以咱通知伫早期卖知识部吼，迄个生理人吼，表示安那。经济真好啦，经济真好就是安那。当时迄个知识部是君王吼甲贵族伫用的，总是咧，伊为着听主的缘故，伊嘛好款待上帝的奴仆，伊一点仔拢无安那，紧张伊的厝会互拍拉散去，伊甘心乐意奉献伊家中的一切，所以伊甲保罗安尼讲。恳求我，看伊的姿态足假，伊甲伊讲：恁若看我有真实信主，请来住阮兜啦。恁若看我有真实信主，请来住阮兜。伊开放伊的家庭，伊开伊的心门来接受主。伊是一个职业的妇女，总是伊伫礼拜日休困，将上帝放伫第一位。佮奉献伊的财物来支持福音事工，互上帝的奴仆有所在通住。到伫保罗出监狱了后，伊悠然接待因，伊无惊政府官员对伊迄种的搅扰。路底亚伊开心门接受福音，开放伊的家庭来接待上帝的奴仆。所以，伫伊生命中所发出来迄种敬畏上帝、甲甘心乐意的心志，值得咱来学习。第二项要讲的是用心、骨力甲拍拼。所以，伫遮伊是一个真有智慧的投资的，一个有智慧的投资的表示安那？伊充满知识。所以，伫遮我时常爱分享的，咱的知识伫倒位？咱的知识拢伫册内面。伫即学期，我介绍所有的囡仔读一本册。伊是若爱运动、爱拍篮球的少年囡仔，拢知影 Michael Jordan。伊的生命导师，就迄个 George Raveling， 就是乔治瑞夫林，伊写一本册，讲你一世人是安那来，这一生所为何来？这本册内底，伊讲咱所有的知识拢伫搭。所有的知识拢伫册内底，兄弟姊妹，你我真做上帝所敬的囝儿，咱所有丰富的知识，拢伫上帝的话内面啦。所以我甲囡仔安尼讲，我讲即本册值得你看，甚至咱所捌的，拢对叨位来，拢对听来，所以爱专心听啦。所以上课的时，我就甲几位的基督徒的囡仔。甲因问讲来，有耳的都当听，在哪里看到？囡仔你看我看，甲我讲牧师好像在圣经里头看到，好像啦。我讲要确定，就是伫圣经内底。咱来看伊充满知识，伊讲伊找到合伊的土地就买起来，伊用手所谈栽种葡萄园，所以伊会晓种植啊，伊做事人啊。
伊会晓种植葡萄园啊。所以，无论是伊一手经营的房地产，还是协助伊的丈夫投资的公司，伊的意见安那，拢袂当欠的。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即个妇女，会当用一句话来讲伊，就是人尽其才，地尽其力，物尽其用，货畅其流。甚至伊的灯火点光光啦。我毋知咱伫即个时代吼，一个公司灯火点光光是啥物行业？科技业啦。咱会当看到台积电吼。啊是，咱会看到迄种联发科、联电，迄拢是规暝点光光啦，无花24点钟安尼放的啦。因为我捌伫科技业过，我伫读新学院进前，伫大学部进前，我伫科学园，所以24点钟安尼放啦，24点钟安尼轮啦。所以伊伫遮讲安那，伊讲伊早起啦。伫遮我要分享一个，伫咱台湾。足有名的，甚至伫咱的家庭检测，咱有即个电器。我毋知咱听过国际牌无？有嘛吼，咱厝里拢有即个电器嘛吼。我要讲到即个国际牌阿嬷尤面女士，早期伊设立即个公司，含伊的先生，伊出世伫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，伊自细汉，伊就互人安那，送去养爸遐做安那做新妇仔啦。伊13岁遐吼，伊就开始安那去学洋裁做衫。为虾米？伊对家己足严格，伊无想要做新妇仔，所以伊开始趁钱。伊欠钱要创啊？甲伊吼要做嫁互伊做新妇仔迄个阿兄吼，娶某。安尼伊就免嫁伊啊。后来啊那，伊就解除婚约，了后伊认捌洪建全先生了后，结婚了后，因就共同设立国际牌。伊甲日本合作成立台湾松下电器。伊的一生充满传奇。这个国际牌阿嬷，当我看到这本册时阵，我有够介意。我足认真咧读这本册。伊讲吼，做人吼爱认命，但是袂当顺命。伊讲现代女性勇敢，爱相信人生的决定伫你家己。伊讲有人牵成是福气，家己拍拼是勇气。我阁讲一解，因为足重要。伊讲有人牵成是福气，家己拍拼是勇气。甚至伊安尼讲吼，伫伊的婚姻伊安尼讲，伊讲翁仔某之间吼，凡事毋通太相信，吼。啊嘛毋通去怀疑啦，即句话足艺术的吼。凡事毋通太相信，吼啊嘛毋通去怀疑。伊讲每一项事拢爱做好准备，代志未到爱先想起来藏，代志未到爱先想起来藏。伊嘛知影子女是上好的财产，所以伊甲伊的囡仔安尼讲，伊讲知识会生金。总是金钱会生脚啦。我拢甲学生安尼讲啊吼，恁兜足好个，但是有可能恁兜的钱会四价走。伊讲是安那？我讲钱四脚啦。我自细汉，我妈妈就甲我教讲钱四脚会走啦。总是安那，知识会生金啦。伊对伊的新妇嘛足欣赏的，所以伊即本册是伊的新妇吼，甲伊写叫做《宽勉人生》。伊讲一句话，我时常爱甲囡仔安尼讲，囡仔冤家是正常对无？会啊，囡仔会冤家啊，所以直接会来斗啊。我就甲囡仔安尼讲啦，好会囥心头，歹会放水流，吼，好会囥心头，歹会放水流。啊，你的同学吼，甲你一阵仔尔，好好啊斗阵，人生才不会遗憾呐。甲人好好啊斗阵吼，人生才不会遗憾呐。所以我自细汉，我的妈妈教我安那，人好啦。我想这是一个伫人生足重要的功课。所以即句话我一直囥伫心肝头，好会囥心头，歹会放水流。所以尊重、分享、感恩是上基本的。
所以即个国际牌阿嬷伊安尼讲，伊讲伫我的眼中，每一个人拢足水的。我敢若看伊的优点，所以我时常爱讲，兄弟姊妹，全世界你是独一无二的啦，无第二个你啦，所以你足重要的。吼，所以伊讲伊深信，会当互人是福气，有心就有路。会当互人是福气哦，有心就有路。所以咱看一个在地的负责人，伊充满发挥伊家己的才调能力。上帝创造女性，创造人，是爱咱生活充实、快乐、有用啊、尊严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当知影讲一个智慧的人，甚至是一个智慧的女性，对伊的经验、甲用心、甲骨力的工作态度会当看到。所以咱讲智慧，伫顶学期我伫甲阮高三的囡仔要考试进前，拢有一个感恩礼拜。我伫甲因讲迄个智慧啦，智慧是啥物？智慧就是伫你领受的财物，甲用出去迄个经验，迄个经验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即个妇女伊怎样有知识、有智慧伫伊的生活中间。第三项要讲到忠心甲疼心，咱会当看到伊讲真济颂扬人、帮赞善洽人，甚至伊慷慨真济困苦的人，伸手哦。所以伊伫整个即段经文内底，咱看到安那，伊用智慧，伊用心，用脑，搁安那有行动啦。伊有仁慈的心肠，伊欢喜用财物帮赞别人。诚做教育子女的好模范。兄弟姊妹，咱会看到即个妇女伊开始咧做信用传承的角色。我伫生活中，我时常爱甲我的细囝安尼讲，我有3个查某囝，嘛拢食头路，不过细汉的最近搁去读研究所。我时常爱甲囡仔安尼讲，我讲我有一个期待，妈妈的上帝。会当诚做你的上帝，期待我的上帝会当诚做你的上帝，毋是因为我做牧师，因为我信耶稣，所以你爱来信，是因为你领受着信用，会当我的上帝诚做你的上帝。所以伫遮，咱若要来看新约使徒圣经使徒行传。第9章36节到42节，伊遐讲到多加即个妇女，伫主教话第1个称做女信徒的姊妹。伫即个姊妹，伊住伫倒位？住伫约帕。约帕即个所在是一个港口，有真侪时阵，查某人若出去掠鱼，就无转来啊，足危险的。咱若知影讲伫海顶底掠鱼的人，伊所拄着迄个风影，所以当时。伊开始看到讲，哇，惨啊！官府愈来愈济啦。伊的先生出去拄着海涌，伫遐拄着灾难，伊就无法度转来。所以遐妇女安那生活开始困苦，佫无有咱即摆政府对人的照顾，迄种福利的机构，所以伊就开始创办啥物？开始有怜悯的心，开始伫遐开放迄个教遐负责人做裁缝啦。我想咱若较早期的长辈，咱可能知影，咱拢会落车吼，微信嘛吼，咱拢会做，会添，会改衫，所以伊伫遐开始来训练遐妇女来做衫，所以就是咱即摆在讲的迄服装设计中心啦，开始训练，互因有能力，互遐官妇会当学做衫，有手艺，会当自力更生啦。所以因为伊行好，伊真济遮的颂扬人。所以，迄个福音的种子开始压落去，所以伊是一个充满疼心的女信徒。我想伫遮值得咱钦佩甲学习，伫伊所做一切。第4项，咱要讲到敬畏耶和华，要得到学乐。咱对28节咱来看。歹势，我即几工拄仔流有感冒。28节，伊讲伊的囝困醒起来就甲伊祝福。伊
伊的丈夫嘛学了伊。伊讲妇人人好德行的真多，毋辜你上好，毋辜你上好。独独敬畏耶和华的妇人人要得到恶乐。伊想到伊的未来，伊会安那？伊讲伊想到伊的未来，就笑眯眯啦。兄弟姊妹，咱想到咱的未来，敢袂亲像伊安尼笑眯眯？伊互伊的家庭受肯定，甚至伫遮伊持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。人捌迄位成的就是聪明。敬畏耶和华有坚固的瓦靠，伊的囝儿有躲闪的所在。伫箴言在讲到即位妇人人的时，伊的能力甲威仪是因为伊信用来得到。所以箴言用欢呼敬畏耶和华做开始，总是描述一位顺服、遵探上帝命令的妇人人做结束。伊的生命特质，伫整个的箴言中间，咱会当看到伊勤奋工作、敬畏上帝、尊重先生、有远见、鼓励人、关心人、眷顾颂扬人。伫遮伊教导咱怎样诚做有智慧的人，甚至伊选择合上帝心意的生活。领受上帝的祝福，甚至诚做别人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人生行伫上帝的道路，咱爱诚做别人的祝福。咱爱诚做别人的祝福。在地的妇人人伫厝里得到学乐，伊明白实践智慧，伊讲道理，体贴人，仁慈款待人。咱来想。上帝培育一个人爱偌久的时间，才会当诚做安尼的好关系？爱诚做一个好的关系，上帝栽培一个人爱偌久的时间？我时常爱讲，有当时咱知影即摆水电工足贵，囡仔就咧甲我讲，哦，好贵，一出门就要好几千。总是兄弟姊妹。咱若来看，伊训练的过程爱偌久的时间？要诚做一个妇人人会当安尼好关系，甚至咱来看，即个妇人人毋是伊家己在做，伊去做一个团队。伊早起，伊就甲伊的工作分配互伊的女婢，互伊的家庭的囝儿、先生得到学乐、得到支持的时阵，兄弟姊妹。伫即个过程，伊爱学习偌济的功课。上帝需要偌长的时间，会当来栽培安尼的好关系。即个好关系，伊需要有知识、生活经验、技能，安尼的过程。咱教会嘛需要安尼的侍奉的动力。伫信仰的传承，伫遮咱并毋是要要求一个十全十美的妇女。伫遮，咱要学习的是一个参像伫即段经文咧讲的智慧的人生，活出上帝所欢喜的人生，诚做一位敬畏耶和华，会当为家己甲众人带出祝福的人。妇女伫即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。我时常爱安尼讲啊，吼，因为我算庄脚囡仔，我记得我的妈妈时常爱讲，查某人若通苦啦，吼，会当甲一个家庭苦起来，吼，啊，搁咱拄则伫唱讲，咱会当改变即个世界。当咱若要改变即个世界，咱着尽力啦。尤其是伫即个多元的时代，咱所面对着有济挑战的时阵，咱搁较爱尽力。伫即个时代，诚做基督徒的你我，咱拢有责任面对着安尼的挑战。我相信即段经文，毋是要勉励咱的妇女，上帝的话是向咱所有的兄弟姊妹讲话，互咱会当牵调伫上帝
真做学习活出伊所交托的一切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学了你的听。阮何等的福气，受你拣选，成做你的囝儿。主上帝，互阮学习在得负责人的智慧。伫现代社会，阮需要主你亲身来教导阮，来帮助阮，来扶持阮。主上帝，阮将阮的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的家庭，将阮的教会拢交托伫主你。主上帝帮助阮，互阮尽力服侍主你，按头前一表来跑走。阮献上祈祷，靠主圣名求，阿免。三甲来吟圣诗第510首，阮群做工无嫌劳苦，来回应上帝的教示。请坐来吟。今仔日是教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请玉美会长来向咱请安报告。牧师，敬听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代表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向大家请安甲致谢，感谢大家对中会甲总会的支持、带导甲鼓励，因为有教会众兄弟带导甲支持，所有的事工才会当顺利进行。妇女团体就亲像一个属灵的大家庭，伫遮阮做伙敬拜，做伙学习，做伙流目屎，嘛做伙欢喜，彼此陪伴，彼此成长。每礼拜六早时9点到9点50分，阮固定聚会，有诗歌的敬拜、讲道、
圣经分享嘛有健康的讲座，互姊妹的心灵拢有被照顾。刷落来10点到10点40分是阮妇女诗班的练歌时间。姊妹用心准备，用诗歌互赛神。无论伫主日节期，也是伫婚丧喜庆中，拢毋忘将安慰甲祝福带互兄弟姊妹。平常时，阮也用心安排逐项活动甲课程，帮助姊妹建立属灵的生活，学习经营家庭、亲子关系，嘛彼此关心。透过问候甲探访，互每一个姊妹感受到主内的温暖。伫传福音的甲关怀的行动上，阮也愿意行出去，参与教会逐项事工，甲主的疼带到搁较侪需要的人中间。每一场聚会、每一届活动的背后，拢有足侪姊妹的默默付出，互大家会当安心聚会、喜乐学习。亲爱的兄姐，这个好势毋是少数人的努力，是一群姊妹彼此扶持、同心同行的成果。虽然无用，心内却满有喜乐，因为阮知服侍主是上水的祝福。最后，阮也诚心邀请搁较侪姊妹加入妇女团契。接落来，阮有预备一段影片，记录阮姊妹服侍的点点滴滴，邀请大家做伙观看。小等一下。树林伴我成长，我儿时却追逐浪花，第一次分享，彼此愿望，骑着车向前往，梦想在前方。从太阳普照到月高挂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。落了的生命是一幅画，有色彩，有感动，有你才发光。谢谢你成为我的家，人生路途一同欣赏，欢笑泪水一起品尝，不孤单，不放弃，因为我有家。谢谢你成为我的家，在意我，放我在心上，
到了也不会害怕，有恩典，有神迹在爱里，我们一同经历。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，不计较代价为我停留，有时欢笑，有时会泪流，我知道还有你不会放弃我。曾真心，却我们不同。你是鼓励中不分你我。若我的生命是一首歌，有词句，有旋律，有你才唱和。谢谢你成为我的家，越深入主的同心上，欢笑泪水一起品尝，不甘不放弃，因为我有家。谢谢你成为我的家，在意我放我在心上，跌倒了也不会害怕，有恩典有神迹在爱里，我们一同经历。谢谢大家。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，回应上帝的恩典。
请坐。接续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第16页。第一项，咱敬听的刘炳熙牧师已经伫2月份完成伊伫东门的牧会事工。接续，咱对3月份开始，陈稳重牧师以及陈佑生牧师会来协助，做伙协助牧会。也请大家为着咱未来要聘牧的代志，继续来祈祷，求上帝带领上适合的牧者来到咱东门。第2项，本主日是教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咱今仔日邀请中营中学校牧谢文淑牧师来到本会讲道，欢迎，拍鼓欢迎，多谢。请咱大家搁继续为着妇女的事工继续关怀。第3项，本周是部会周，也请部会召开部员来开会。这个月的中执会为着要配合中会议长刘启宗牧师的时程，咱改伫3月15才来召开中执会。也请大家伫开会报告的资料，伫3月11进前交互干事。第4项，咱巴克勒圣经学堂呢，伫3月份开始要改做实体查经的课程，咱由陈稳重牧师来带。咱请兄弟对本周3开始，3月初4，每周3的下暗8点到9点，伫家己屋来做伙查考上帝的话语。第5项，这学期奖学金要来接受申请，请有符合规定的学生，咱工事来摕申请表，申请日期到3月15截止。第6项，本会要定伫4月初5，搁偌济联合的学乐礼拜中间，要来举行洗礼甲献信礼，报名日期到今仔日截止哦。咱3月初8甲15，伫第一堂礼拜后要参加基要真理的课程。3月29要参加蒙德里。请要报名小儿洗礼的，咱办公室来报名，到3月29截止。下面集体交通。第1项呢，咱杜良珠姊妹已经伫2月27举行个别礼拜。今仔日遗嘱有来到咱中间礼拜，请咱继续来甲因关怀。有感谢咱教会牧长、长执佮会友的关怀，请坐。愿上帝安慰家族。佮来介绍，咱今仔日有陈进发兄弟，嘛是遗嘱吼，咱佮继续甲因关怀，好，多谢。佮来第2位王雅璇，咱真欢迎。来这礼拜，请大家继续来甲因关心。好，下面有团契消息、教界消息，也佮有教会课程以及协会报告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咱请起立，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，圣诗第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吟诗煞请牧师祝祷。
同齐来领受主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引带带领，甲恁众人三角之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密道闭会。